子领教，听我弟弟教你了吗？弟弟。四季。你们好大的胆，尽管是犯太王所传，不要命了！还不快点推儿送下去！是。尽管当犯推儿要我啊，公公也是奴婢当犯的，不管谁呀妹妹的事，也是我当犯的，又是你太王驾到。何事宣王？兵大王，奴婢对国不敬杀嫂之责，推翻太王所传，当犯推儿要我，真得不容。大王，要是奴婢当犯的，要是我当犯的，是我当犯。兵大王，奴婢三爷妹妹推翻太王弑君，被公公发觉，一时慌乱，不慎失手，但犯要王，奴婢官司死亡。好了，明天一众信推呀，就是是。当发衙外事关推儿问题，岂能是此出现？谁当以精神为上，收取中介，休得担负。谢我。大王，要是奴婢当犯的，不管对自己的事，光知道了。太公。你我替啥样罪过没骗我？奴婢不过，你我快是王金，不敬杀嫂，奴婢自责。你看的什么书？兵大王，奴婢看的是诗经。诗经，你能看得明白？奴婢初次一二。你说看哪篇诗经，因而放弃？看的是一篇。莫非你也有兄弟姐妹的伤官之情吗？
岁，弟弟且观察，已是忘记恩仇长。放下了公归难尽了，你家中还有6岁的弟弟，那你真忍心离开你那弟弟，生路断线亡命难为。女生是此，颠沛流离，此乃王家之功也。大王，他明觉距离瓦塔开，王家最终生死为。看不王纷纷推过啼笑，富丽波天皆明真，儿女哀伤如同悲。永望言语将他太公啊，太公，这件事你的喜欢，便死于你吧。死于奴婢。你靠这片一夜之事，就想见到你那弟弟也还礼。喜大太公，太王，你要到哪里去？奴婢这最走西去。你太累了，歇歇一会再走吧。你靠这片一夜之事，如何观看？这诗中所写兄妹意义，惜别之心，堂上天下上都能安居乐业，情同手足，怎么与高丽婆婆生离死别，哪个都好。你也这么想的？奴婢无知，奴婢将错对王死罪。不错，不错也。想不到这太公倒有这般解释，怪不得他不忘民情，爱护傻笑，太成成功。情
对是为王夫人逆动王妃，请王夫人给赏。难居高位，请问将军，那高皇帝开朝换色，归结圣君，当初是何等差生呢？高皇帝以不义而成皇帝，此乃苍蝇天命。至于皇后嘛，历来都是陷于高门房中，以助皇上自争的。好一个以助皇上自争！请问丞相，那吕太后家说可谓有鬼，到头来又是是何出皇上自争的呢？这个苏代子不知得了退师的什么好处，竟为他是此策立于少年气盛，不知世事之深也。万岁驾到，谢驾。
自用扶丧，因为王后。万岁！上将军之妹陈夫人无兄奉儿，因为王后。阿爷万岁！对夫人也说对方，拼得起见，因为王后。张丞相，臣才以礼之见礼，这，请万岁听特。寡人已有主张，宗亲撤退。是。宣太夫人上殿。太夫人上殿。领旨。鸟枪飞凤凰，不得不在不自正，堂上是一步走错，一荒唐，八官揭晓，连累你万岁列不光。这一礼小你去。
平思言情，各落思良相，宣听你，是为他还在今求福也。命你昭告天下，也经高丽万国，所以举上违抗诏令，依法严惩。所以仗你包庇自尽，不落人也暂不赦。令子郎总理成才，宫中宫我，凡家有老少牵挂者，可发放为家外传，被追算切送为家。令子初级将军成才，你张天王帮不够穷用，查得对王儿报的特不少，现来公众与王儿团圆。令子谢万岁！爱卿，快等王儿报仇。
长小姑，不长小姑，我儿姐姐，不长小姑，你病成这个样子，老爷还叫你割草喂马，也真是太狠心了。我儿姐姐，这叫切成饭，碎成难，哪生我与生关么？不长小姑，这个接你，这是牙子布一品，是小姐叫我送给你的。小姐，就是我家芙蓉小姐呀，她见你孤苦伶仃，长生怜悯之心，叫我送这给你，好补补身子。多谢你家小姐了。当时这小子是。赵头，你这妾身不脱过的财了。高丽般不念不念，多少丈夫受老奸，受老奸。我要到官府将你告。有理不尽，官告天，只要往金堂破地，哪怕八卦堆成山，堆成山，拖下去，到是拖下去。赵头，你不得好死！曹能才去通知各地丈夫，将原来3成利息，统统改成4成利息。愿接着赵孙，不愿接着本地列举归还。是，小人马上去办。慢！他与刁民作乱，可遭老办法暗中决他。是，小人晓得。老爷，请。退不走，退不走！哎呀，莫非死了？教你陪马，你要装死？管家，小人实在有病。玉璧，好，那我请你依照一。管家，你管再打，我就让你当个狗吧！你王冠加罪，你造反了！等一会儿再来和你算账。姐姐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呀？
还想念姐姐？姐姐啊！你还不死心啊！你那个倒霉的姐姐，恐怕连国人都为了宫中的皇权了。你活得不能怕呀！弟弟，你就饶了他吧。女儿，你怎么为他想去？弟弟呀！小四岁两无猜，儿骑马他抚慰，儿媳随他相随，子不惊动亲兄妹，直到层层才分开。总算他有千般错，女儿又为他娶进来。千多年忙碌里，我念他为曹家，终于做梦生生离。好了，这次还在我女儿份上去烧了你这一次吧。国丈万不换谢过老爷。多谢老爷，老爷。下去，死女儿回平。什么是踏进小怪的？老爷，小人放在城门别扎，自己搞得好比沸沸扬扬。哎呀，老爷！新皇生死想得急，眼睛放大发亮灯，早晚搞得高自己，要不考虑还不成？新皇国是皇帝，他要压倒我上国，这可是好是好啊！曹节将军到。曹节将军来了，他来做什么？莫非是来抓我？将军，请。将军，请。我且问你，你府上可以退不走其身？退不走？于呀，将军如何吩咐？你可知他是何许人也？小民不知。你且听了。陪我为正当把地走，君愿查封君不老。谁料想我功臣眼前藏恩骄过就一年
须得，必须教卡，必须。此次上来，曹公已将这位王亲过去。哎呀，色惊！不管，尽靠将军相帮。快请过去相见。将军他贼不巧，他与小女去华阴团亲，多差必归了。原来是此，待他为父，我贼来相亲。方曹公搀扶相声，别起此事，把这个宝信引进此宫，就留见我吧。这个自从将军，这里旁边也放不曾经意。哎呀，曹公是加上了，何必这样？三位富贵放空相放，告辞宋将军。宋将军，你，老爷高见，老爷高见。有了这座天堂的靠山，曹妹我遭拒方见良色，藤吉良色，什么贾大夫金兆英，统统奈我不得。曹能才有请小姐。是，有请小姐。弟弟欢我何事？女儿妇儿过来。今日怎能是嘞？弟弟，堂上他不是过去身份，岂不断送了女儿做甚？女儿请官放心，回府一定先查明他的底细，才让他与女儿完婚。完婚之后，再告诉他进宫成疾之事。上禀弟弟做旨。曹能才有气不早。是，退不早。有气不早。老爷，好不早儿啦！你自于今的我府，老爷官教生业，是为盼你走成成才，一片苦心，得天可表。此际你已长大成身，小姐有意，好也喜欢，今日便将小姐许配于你，老夫也与本子自考。死不得，万死不得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等女小姐完婚之后，老夫我要设法替你寻找基金。寻找基金？对，寻找基金。这些杂权都是据你们的。杂权本立着千金，杂志给些你不着意。我也老夫替你破，全走家长送罗成。好了，在选定两证结上，借小姐与姑爷和婚。是，姑爷万不可兼顾有误。小生不过，早能兼顾新姑爷。小生不过。对了，小姐，走。
一个青年男子，他是哪个？就是爱情的宝弟头部长。头部长，弟弟在吗？爱情且慢，太寡人宣他进来，快命他进来！宣头部长进去。上苍保佑，他原来人不是毛人，真是我弟弟。下面对部长，去见万岁，一声谢万岁。可以还这贵人，容易莫西高调，虽不灵，天天高人。愿此人的家貌天可怜，距离相赠。哪里王儿堂，见见他，千阳推上也就是人情。为什么他儿子不亲近，生死如生？对不着，万岁，你进宫省亲，可与表姐自问，佛语可有相亲凭证？也佛语。你既无表姐，与无认真，凭什么进宫省亲？万岁，小民什么也不知，小民只知道放肆！爱卿不必难过，待寡人再问问他一番。对不少，万岁，你家是哪里？慢慢讲来。万岁，用兵。家子秋关金心，今年几岁了？夜放三八佛手印。几时与你姐姐分开的？3年前
秋也凉，寡人已吩咐下去，使得国舅2点8起，命郎中令安排国舅赴庭。弟弟，下过来谢过万岁。多谢姐夫万岁，国舅必胜。吉祥礼，祥礼子，子必死。东山来临，六月雪，为谁苦关花山莲？哇塞！女儿，东东妈妈那般刁民杂志的事有法做了，今早已派上前来说服，传弟弟到安营。女儿，快去国舅相帮。弟弟，这是你自己做的事，事情说这个还有何用呢？弟弟才是你这个国舅夫人与我一面，就是国舅也有啥脸面呐。国舅也要受气，弟弟他父官负责，怎能救得了弟弟？女儿啊，世间所行情万情，怎对风里谈私意？茶与宜难同关境，不求陶冶求夫才。你告国舅，他求计，皇位宫中曹子珍，杀死一刀存下来。弟弟我一寸哈心黄情。杀死不得，这是天下通行之事。国舅为夫，国舅回来了，女儿，国舅回来，你在国舅面前多替为父多讲几句好话。若伴珍惜不前进，故算是切得民间可中可。
下来辛苦才来，可知妾身余心重重。而且有什么心事？妾身好不容易盼到今天的日子，谁知对他预测死了。我可又不尽是高中状阿文随机，他怎么又出事了？你还不知道吗？东都门外的这户连你告发我家弟弟，使他高丽帮不与鸟相离，官府要拿我弟弟分财，去夫君帮帮他吧。只是他40岁，不早，怎能管得？怎么你不肯管？我不能过，你真的不管？姐说过，这种事是不好管的。不早，夫君啊！纵若你翁婿居远赴京城，也应该夫妻面上有3分。常言道，富贵人家居暖意，倾国尽终是一家人。老夫就已死水去了。弟弟，老夫也是替我着心，实在是可怜的女孩，可怜的女婿，可怜的头娘娘啊！此话从无说起，少娃对你们说了吧？他们此番前来不过，并非为难老夫一场，还要为难哪个？真我会头娘娘。为难姐姐，巧为何啊？也许女儿，你们好糊涂啊！头娘娘是一个贫家女子，连为我后与多少人嫉妒，他们此番也把草通之罪，将你国舅爷脸上抹灰。头娘娘与你这个弟弟，与我这个亲家，脸上还有什么光彩呀？落下这个把柄，就会有人来争我们之悔。夫君，这可怎么办？头娘娘因此失去宠爱，你这个国舅爷，你这个国舅夫人，就是这座国舅府，也将化回乌有。夫君，你可要想个办法才是。若不放心，你们暂且在国舅府多陪几天吧，只怕他们前来随府啊！这堂堂国舅府乃是法身受赐，谅他们也不管前来随府，只怕来了谁也拦不住。哼，谁管前来，我就到回宫告诉姐姐去。也许此番判断不可去见你家姐姐，恰是为何？玉儿，快拿青洞喊来。什么？这是高丽婆不在阵诈权，上面写的明白，私人诈权，诈子退不走。单凭这些诈权，你也难逃高丽婆不在阵，竟让你家姐姐死后交代。姐姐是我的亲生，难道她还信不过我吗？老爷。启禀国舅爷，府门外来了一队御林军，团团围死国舅府，不许人进城，口口声声要来随府作甚。要是单为我朝头
何用于邻居？因何为之各求夫？为何不上身进城？夫君，这可怎么办？夜朝以来，皇亲国戚，官居高位，是一城之下，安分之上，满朝吩咐，连睁眼都不管宽敞一眼。唉，才想思计，责怪退娘娘养家不慎，外臣才管欺负。谁是不臣？不要放了，还我堂堂郭九爷才。你这个郭九爷不管不知，外臣才把你封成眼里。他们滚！道是虽不若不应令，趁我来是怪几经我难答应。莫小看退家是单身的过，到底我他还过去有生恨。为何可以做过就不请君子命？对他也退气。今日里再受气，我为皇亲。老爷，启禀国舅爷，御林军都尉已经中门。他们要来做什么？小生不管讲。讲。是，小圣上，这里是国舅府，你们随他不得。他说退不早，等不了几天过去了，万事为马去吧。他哥，看我不起，他们是冲着退娘娘而来。你们残其未皮。国舅爷，你是后生，才下御林军都尉，到此作甚？有本事呈上。本事上写的什么？本事上写得明白，国舅爷岂能不知？不理，我偏不宽他。国舅爷，才下是谁不成万而来？上万是谁？不发杂子，曹通。抓曹通？怎么抓到我的府上来了？举报曹通骗在府上。曹通总算这副天大官司，由我国舅爷此理，你们管他不得。国舅爷，莫非你有包庇之意？便是包庇，那我怎样包庇罪犯，才同恶偿？便是恶偿，你又拿我怎样？此话当真？18年生娃佛上过，今次生娃要算数。只怕你算数不得。你管藐视我国舅父，弃官弃官，你管看不起我大汉国舅，才下是奉命而为，你来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灾权，债主退不早，要拿我分财。哼，好一个大汉国舅！来呀，与我生不得，要生不能生，要生不能生，一定要生。来呀，与我我叫你生。招数小。
杀通高丽半步，必死生命，帮扶营长战水。退不上我上这派，也将快呀，听儿万岁放落。万岁！方才上朝去世臣崔飞扬，此刻下朝回来，一声叹气，不知有疑难之事，不妨告诉臣妾，也好分忧一二。爱卿，自从寡生下了中龙夜上免负监塞以来，成名荣耀，恰有不少居上杂志逼着豪门违抗诏令。这还了得！凡岁里给严惩他们才是啊！这里也有一金阳之身，与爱卿乃是专情大户。他是哪个？不法杂志曹通。凡岁，那曹通高丽磅礴，气扬下面，必是贼无斗身，理该严惩的。可他乃是王亲啊！凡岁，与他是王之王法与使命同在。凡岁之光一力两应便是，莫念臣妾
是殷勤。爱的爱情是此孤权大体，是今更有一人与赵同同流合污，尽管杀死奉旨贼夫贼犯的御林军都为。这人相思不要明了，尽管杀死奉旨贼夫的御林军都尉，这是难道死罪的呀？是啊，我曾已向满朝文武下布诏示，抗拒随服者不劳人列斩伏死。不知这亡命之徒，他是何人？万岁！启奏万岁，文武百官与奉旨齐齐签订，对万岁登天。知道了，爱卿。猜你啥呀？你们的好生侍儿娘娘不得离开一步，谁也别挂，列诏太医令。娘娘取名娘娘取芙蓉，你须得备，你父亲只是本宫一子，只是皇里迢迢，实难上命。臣妾必为举夫而来。你为何曾讲起？娘娘不惧他怎样了？他杀了奉旨随服的御林军都为了。
情。范岁，自犯赵通已经辞世，过去年少父子理应赦免。啊，也不好，这推过去讨伐保不子和我们来王的这几位都保不治了。范岁，推过去一定要赦，一定要赦。万岁，臣等愿意身家性命担保，去万岁赦退不求自裁。万岁！万岁，娘娘已文字过去之事，其犯冤决同步有声，望万岁开恩啊！万岁开恩呐！王子犯法才同理，勾求利益，两流真乃皇儿谁做错？怕只怕杀敌难报，举头三。笔端且句为上好听的皇儿生到先天，我儿了快快起万岁，王儿哀伤故土，去万岁赦退不求自裁。万岁开恩啊！曾不曾同生去还？总共我爱送万转，天上心脏经不起，经不起的爱情。泪影相宽，万岁开恩呐！夜莺发去教训，求这一位，什么上
堂不是发销，启奏万岁，家大夫不孝，传家大夫。家大夫上天令旨。臣接驾万岁，先生平身。谢万岁。先生，今日庆功宴大，寡人得以废寝，不知今日先生何故发销？臣见凡事应应，这不是善，故而朝人会护，正心欢喜预防，非臣岂能不孝？先生，这对国舅之罪，可否舍得？舍得是算舍得，舍得。 no， 他是堂堂国君，与皇上乃是专情待顾，岂能不舍？万岁，这对国君舍得好，舍得好啊！怎么也来目？恩义公卿齐台花，皇亲国戚把平安，官子官生富不齐，一个身中送他还。暂且无疑。家大夫，娘娘，你要遵从了。家大夫，在这对国君以外，你看是何？是臣察一想，且将来。万岁。陪国君堂子生生有时才，一粒风采来更改。国君年少应宽待，堂子里在早书在，天子早书天子改。失信于民，实际为王儿记的情意长，怀里轻松应同在，八国联名齐报罪，唐水关冒天威。好了好了，众卿不要吵了，众卿忏悔。万岁，将我神奉之岁父，万岁请快岁父要落也是。太后圣之父，遂到外邑高丽地区商一名，奉我公主府，遂到换代高丽地区商一名，出其将军府，遂到领之高丽地区商一名。我真有这等事来。万岁呀！好金绿党了一言，裙带风起，不可给铁匠唐人与皇上自乱卷最埋汰，刚王的残害共灭为。
手起用得，就因为要发塞昭告天下，上神的名退了国。万岁呀，如今是新政放映苍生法。困军国军杀人真交代，事关新政曾与会，语言不成非我为。举万岁领台，却娘娘命定为，在国举不是也，朝政是为百姓也开，这正是小生不敬的后才。万岁，我在过去曾许为欢将他安抚。先生何须至此？快请起复官。万岁，不在过去，曾便跪死在天上。先生何须至此？上寡头三思。万岁！启奏万岁，廷尉已将抗拒新政治举上恭敬，退不照等一时清明要犯不我，事后处置，请万岁示下。寡头知道是快快下诏。
是天府圣上记心深，寡臣自从一连明君神托斩过去，换世正心才此去，君臣同心凭空美。凶我言语为王儿。王儿，娘娘，谢他父娘娘。娘娘，来等退不去一万事情，将来太师为进长贵国门，向娘娘谢彩了。将大夫才你招之以死，立子将大夫才寡人自死得国君，托举身亡，趁其权势，命文武百官葬礼相配。立子。
王儿不肯模仿，这便是何是好？待我再采买一番，退过去啊！请我来了，姐姐，请我来了，姐姐，出去领堂为朝复命，什么？我要当着皇后的面再采买一番。你。你为何束缚家事？弟弟，姐姐取得凡三者，与弟弟举杯来了。
王之办法与司命同城，殿中府舍一改见面。万岁！